歡迎大家收聽 So Talk， 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。今日係2025年最後一日，亦即係話聽日就係2026年嘅來臨。正式嚟講，應該係今晚12點之後就係2026年嘅來臨。喺個時候最好就係為自己整頓自己嘅能量場，守護自己嘅能量，要 set up 自己嘅新嘅結束點。咩叫做結束點？就係當你完成晒所有嘅工作、家庭上面嘅責任之後，你要懂得將你嘅能量收翻俾自己嘅內在。成日都有好多人講話攰賴賴冇乜力，其實係因為你嘅能量一直都被輸出，所以當你唔懂得去點樣收回嚟嘅時候，你不停去輸出嘅時候，咁你嘅身體又點會有回復狀態嘅時刻呢？所以係適時應該要學懂如何去將自己嘅能量收翻俾自己。例如你會唔會成日因為做完嘢之後仍然都諗緊工作，或者你屋企處理完大大小小嘅事項，又會擔心聽日究竟會有啲乜嘢係需要去處理明天嘅事，但係你可以俾少少時間自己，俾少少空間俾自己去整頓下自己嘅能量，聽日先再去準備要準備嘅事項。喺迎接2026年之前，邀請你嘗試一個練習，係非常之簡單，但係亦都係一個好關鍵嘅動作。當你每日完成晒所有嘅事項之後，你可以揾一個舒服嘅地方，只係需要幾分鐘就夠㗎喇。慢慢深呼吸幾次，感覺你嘅雙腳正在踏上地上，與大地慢慢連結，讓身體知道你而家係安全。然後喺心入邊同自己講一句，啱啱嘅工作角色或者家庭角色已經完成任務。然後再想象自己輕輕將披喺你身上嘅嗰件角色嘅心靈外套除低，好好地咁樣掛起嚟，之後感受一道金色嘅光由你嘅頭頂一路帶到落去你嘅腳，幫你整個能量進行淨化同埋轉化。你要相信呢一個能量嘅收回唔係逃避責任，亦都唔係不負責任，而係你已經完成今日嘅任務，亦都唔需要再將呢啲雜亂嘅頻率繼續喺佢腦中入邊旋轉。呢一刻冇角色冇責任，只係單純回到內在同埋好好休息。今日辛苦啦，明天當你再披起呢一件外套嘅時候，你依然都會付出，依然都會承擔。當你準備進入每一個角色嘅時候，你可以同自己講，我而家選擇進入呢一個角色，包括工作或者家庭，但係我唔會再被呢個角色嘅人與事消耗我嘅內在，我係有意識地去善用我嘅能量，咁樣你就唔會再因為角色嘅責任而耗損你嘅內在。因為你而家懂得帶着意識穩住你嘅內在，當能量穩定嘅時候，自自然然就會喺正確嘅方向流動，亦都你遇到嘅人與事亦都會有所不同。你而家懂得珍惜自己嘅能量同埋尊重佢，因為你每一日完成任務後，把自己嘅能量收翻嚟同埋進行淨化。當你唔再內耗，而對得啱嘅方向前進，豐盛人生同樣地都一樣會繼續流動，而且係會流動得比以前更加好。正所謂一念一言行，每一個念都會顯化出不同嘅動向。你想改變命運，就要由念開始，改變你嘅定義，改變你嘅想法，改變自己，同時亦都係改變命運之時。相信你自己，由今天開始俾自己一個正念嘅想法。希望你哋都有一個平安喜樂嘅2026年。多謝你哋收聽 So Talk， 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